德国金属业工会要求大众汽车从新疆生产基地撤出，表示该公司必须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公开表达明确立场。这显然是该集团监事会在下次会议前向大众汽车管理层施压。自2013年起，大众汽车一直和中方国营企业上汽集团在乌鲁木齐市经营的一家工厂。6月15日，由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主席率领的5人代表团走访了安卡拉，并分别会见了内政部副部长、人口和公民事务总局局长。代表团转达了16项请愿书，其中包括授予维吾尔人土耳其公民身份，并尽快帮助在其他国家被拘留的维吾尔人。世界杯主办方卡塔尔将台湾加入了入场券申请程序的名单中，台湾球迷在申请时不再感到困惑。台湾政府表示，中东国家卡塔尔在做出这番修改之前，台北提出了抗议。本周早些时候，台湾官员就台湾公民参加2022年世界杯时要注册为来自中国一事，向国际足球联合会提出了抗议。菲律宾上周对中国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内的海事活动提出了新的外交抗议。马尼拉指责中国非法捕鱼，菲律宾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并尊重国际法。美国表示支持马尼拉的立场。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称，如果民族自决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现，组成联合国的将不是193个国家，而是500多个国家。因此，不承认台湾、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这一原则将适用于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由于上海中共病毒疫情限制性措施导致产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中断，丰田汽车决定将停止11条生产线。澳大利亚外长黄恩贤周五访问了所罗门群岛，表示南太平洋岛国没有必要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所罗门群岛是澳大利亚举行选举期间与中国秘密签署了安全协议，称之是2战以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一次最大的失败。